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罗帅宇事件。这两天啊，这个罗帅宇啊，一下又上了热搜啊。这位湘雅二院的罗帅宇实习医生，在他坠楼身亡1年以后啊，又再次啊上了热搜，这个受到舆论的关注啊，受了大家的热议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九派新闻报道啊，他说2024年5月8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也就是湘雅二院啊，实习医生罗帅宇坠楼身亡，其电脑数据中存在多笔转账记录以及医疗腐败相关举报材料。6月13日，据大河报报道，12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信访部门回应称，信访材料确已受理，医疗腐败问题和事项已经移交公安机关，仍在调查核实。根据这个春城晚报今年2月报道，提到电脑遗物所涉内容，罗帅宇的父亲罗福祥说涉及有关湘雅二医院的内幕，还有一些疑似举报刘祥峰及其他医务人员涉嫌违法犯罪的材料。家人由此怀疑罗帅宇的死亡另有隐情，或许与他参与举报有关。刘祥峰系湘雅二医院医生，2022年8月因被网络举报存在夸大病情、虚构患者病征等问题，同年8月25日被长沙市纪委监委以涉嫌严重违法控制调查。2024年10月31日，刘祥峰一审被判有期徒刑17年。家属提供的罗帅宇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1年9月至2023年9月，湘雅医院以劳务报酬名义向其转账共计40多万元，金额最多的一次是2023年8月转入36600元，最少的一次是2023年2月转入8426元。罗帅宇的叔叔罗辅军接受采访时说罗帅宇只是一个实习医生，医院为什么要给他发放如此高额的劳动报酬？这些钱的来历，目前家属不知，警方也没给出说法。这是九派新闻的一个报道啊，还有其他媒体都有报道啊。总之，这个突然呢，罗帅宇的这个事件又被大家热议，重新回到了聚光灯下。这里面又涉及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湘雅二医院的这个医生叫刘祥峰，我记得咱们的节目还聊过。当然了，那这个是3年前了啊。这位实习医生罗帅宇啊，他的死亡让很多人这个产生怀疑。当然，首先是他的家属、他的父亲、他的叔叔、他的妈妈怀疑这个警方他鉴定这个罗帅宇是排除他杀。按照报道说这个院方要求这个罗帅宇的家属签署保密协议，才能把罗帅宇的这些电脑、个人物品给这个家属当然这都是媒体报道的网上说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暂且不论签了保密协议之后这个家属就拿到了电脑还有这个罗帅宇的个人物品，然后他就请人发现那个电脑里面好像这资料就没了，删掉了，然后他就请人恢复了之后，家属就在电脑里面发现了很多蛛丝马迹，也就是媒体报道的说很多举报材料，举报湘雅医院种种黑幕，甚至包括什么什么移植。当然这里面很多材料还指向了这个恶魔医生刘祥峰按照家属的说法，这些举报材料把它打印出来有1000多页，16斤。然后呢又发现了在2021年9月到2023年9月这2年期间湘雅医院给这个罗帅宇转款有将近40万。家属怀疑说他只是个实习医生，怎么2年院方给一个实习医生转款40万？那就是言下之意就是暗中指向这个是不是医院要封这个罗翔宇的口罗帅宇要不然给他这么多钱干什么？所以种种迹象让家属怀疑罗帅宇的死没那么简单，甚至还说这个坠楼的现场疑似有打斗痕迹，坠楼现场疑似不正常。大家可以看视频他把眼镜摔碎了，然后他还跑到楼顶上他本来可以直接就跳下去了，可是在一个水池里面，他还翻过一个水池，水池下边一个孔洞，70高分的孔洞，从这个70高分的孔洞钻出去，他去跳楼，什么解释？这合乎逻辑吗？没有打斗的痕迹，可是他的纯衣2颗扣子削走。最后我去看他的时候，扣子是掉的。然后我们在他的壁橱里面，他的橱柜里面发现了他的挎包里面有什么？你们猜一猜，挎包里面2.5W的线米，
250张红票票。他们有人就给我们做了解释，这个解释真的听着你那是真的是老爷爷都会从什么什么里面做起来呀。他们说，你儿子为了显示他要从楼上跳下去的决心，然后把自己的眼镜取下来摔碎了，是自己摔碎了的。这样的解释，我的天哪！你们有视频依据吗？有玻璃球照着的，居然说他是自己取下了。我们是有录音的，他们说这个话我们是有录音的。他为了要跳下去，把自己的眼镜摔碎了，然后才有勇气鼓住，然后他把眼镜摔碎了，怎么他不在地下？他的眼镜不在地下，而是在他的床上的枕边，他又怎么摔碎了？摔碎了呢？怎么镜片在这个地方呢？你们的解释真的是说得出来呀！在这个视频里面，家属质疑了，对吧？警方的说法，一个要坠楼的人呢，决心自杀的人，担心自己下不了手，也就不敢往下跳，所以把眼镜摘掉，踩碎，这样他就敢，对吧？因为看不清啊，敢往下跳啊，这些都是家属说法啊。网上还有传言呢，说这个医院啊，院方得知家属手中啊有这个1100多页的这个举报材料啊，重达16斤，说非常恐慌，迅速派人来交涉，想用1500万买回材料。罗爸罗妈毫不犹豫拒绝。2024年10月19号，罗帅宇的父母啊手持身份证公开发声，怀疑孩子坠楼身亡与举报院领导违规违纪有关。这个罗帅宇是2024年5月8号坠楼，2024年5月17号吧，大概就是在前后啊，湘雅2医院跟这个家属啊达成了一致，由医院赔家属83万，当然也是要签保密协议。本来这个事情啊，按照这个他们签的协议和拿到了钱，这事就结束了。但是后来就是刚才说的啊，这个家属啊，通过这电脑，通过种种的这个遗物，他们就怀疑他儿子的死亡真相不是坠楼或者不是自杀，所以他们坚持在网上发声举报，向有关部门反映，并且啊，这个他们一家都开通直播啊，就是每天在网上坚持发声。2024年12月24号，家属把罗帅宇留下的疑似举报相关材料和录音向国家卫健委、湖南省卫健委进行反映。截至2025年2月，国家卫健委及湖南省长沙市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2025年5月，罗帅宇家属向中央第3巡视组提交证据。6月2日，罗妈妈收到省复议部门的受理通知，国家卫健委和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预计10日后会给出相关回复。那按这个说法，就是这2天有关部门就会给出回复。大家再看一段视频啊，这个应该是罗帅宇的父亲讲述这个罗帅宇啊一些表现，大家看视频啊。才知道这是我儿子他的电脑手机里面，可是更有甚者，他说他的身体里面有4个腰果，你信吗？一般的人你不会相信的，可是这是真实的东西，不会相信的。我儿子他的聊天记录中，他就说有些事情我不想说，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不想说，说出来你们也不会相信。他说有些人他的身体里有4个腰果，更有甚者多的有5个腰果，你信吗？你不会相信的，很多人都相信，我都不会相信。5个腰果，他为什么要有5个腰果？大家要去想一想，这个东西需要发挥大家观的能动性，大家去想一想，他为什么身体里他要有5个腰果、3个腰果、4个腰果、5个腰果，那是什么道理？我儿子还在后面补充了一句，他说有钱的人出来抖一抖，浑身都是腰果。我儿子还说了一句，他还幽默了一句，说他们有钱呀，除了有钱之外，他们身上抖一抖，浑身都是腰果，这是什么？后面就有人评论了，我不说，
太敏感了。所以我来谈一谈啊，这个罗帅宇事件，就像所有的这个热点事件一样啊。我在以前就说过，咱们在网上如果想做一个法官，那你要学会一定要看控辩双方的材料，你不能只看一方材料。那现在控方的材料，对吧？那就是家属的，那辩方的呢，那就是有关部门，还有湘雅2医院。但是目前有关部门、湘雅2医院那都是三缄其口，对吧？还没有任何回声，没有任何回应。所以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的都全部是家属这一方的材料，还有各路网友啊添油加醋、以讹传讹、真真假假、无限拔高，这些材料。那在这种情况下，按理来说没有办法评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这个讨论啊，这种热点事件，我们要对现有的材料进行质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缺乏辩方的材料的情况下，我们要替辩方说话，就是去质疑他这个提供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合理不合理。如果你不质疑，那你就接受了，你接受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就是家属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这个就是你考虑问题的一个方式，这样免得你被带到沟里去，对吧？如果双方都有材料，那你就互相拿双方的材料互相去印证。当然这个都需要你有一定的这个，一是你的阅历，二你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所以我啊要对家属的这些材料要提出合理的质疑。首先第一个啊，这个湘雅2医院肯定是叫黑幕重重，这个毋庸置疑啊，就是一个能出恶魔医生刘祥峰这样的，对吧？能够判17年，这种叫耸人听闻呐。所以这样的医院出现什么情况都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对吧？这个我要声明啊，不是给湘雅2医院洗地。这个湘雅2医院是非常出名的啊，它跟协和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的顶级医院，而且都涉及到，对吧？它的历史啊，都涉及到美国人。好像当年美国在中国搞了几个医院呢？教会医院吧，一共4、5个，最出名的啊，也就是协和、湘雅，好像天津还有一个吧，就是美国人拿那个庚子赔款建的医院。但是我印象中啊，这个医院的水准很高啊，人家的这个建医院的这个初衷啊，那就跟普通医院不一样啊。就现在来说，这个湘雅医院的这个水准呢，也是很高的，但是它不能掩盖它管理混乱，对吧？里面这个恶行满满，对吧？这个不能掩盖啊，这是我要强调的啊。你不能因为我质疑家属的这些东西，那就是替湘雅2医院洗地的，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对吧？质疑是为了更好的澄清呢，就是让这个真相更容易浮出水面。你不能为了揭露真相又搞出黑幕，这个质疑就像阳光一样的。所以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就这个罗帅宇这个医生啊，罗帅宇医生啊，他是1996年出生，2024年5月8号去世，一共才28岁。他出生在四川省内江市东新区双才镇。我也看了一下他父母，对吧？按理应该说啊，就是他的家庭背景恐怕相对比较简单，应该是我们经常说的叫小镇做题家，这不妥妥的吗？2021年4月，罗帅宇通过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的研究生考试，随后进入该院实习，也就是上了研究生，从事肾移植工作。根据网上的信息啊，实习期间，罗帅宇曾在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原副主任医师刘祥峰手下轮值工作，也就是曾经在刘祥峰手下工作过。我对在医院实习这个我不太熟啊，但是前不久发生的那个4+4啊，对吧？协和医学院这个董小姐事件，让我们对这个什么叫轮岗、叫规培实习略有了解啊。但是我们还是对这个医生啊，尤其是这个研究生实习，到底他是怎么个实习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们按直觉来说，他是2021年4月份考上的研究生，2021年9月份，家属说就院方啊就在开始给这个罗帅宇打钱，所以我完全可以就是我推断啊，因为他家属不说清楚啊，我们只能自己推断，他恐怕就是2021年8月份才进这个湘雅2医院，也这个时候他是本科毕业，然后考上了研究生，在里面实习。2022年8月份，恶魔医生刘祥峰啊就已经被抓了，被控制了啊，地方那个纪委监委啊，也就是1年以后。所以我们叫合理的推断，这个罗帅宇进了湘雅2医院，只是一个实习医生，他只是在这个刘祥峰手下轮值，就是在他手下值过班，可能是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就参与了举报刘祥峰的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也值得怀疑啊。我更相信这个罗帅宇啊，他跟我们是一样吃瓜群众，网上都在
的传言啊，他的这个医生或者他的老板、他老师，对吧？小病大治，没有结石给你整个结石，你的肠子是好的给你截掉，非要让你，对吧？再接上一节肠子，大概就都是干这坏事嘛。恐怕他也是在网上看了这些资料，搜集这些资料，从罗帅瑜到这个湘雅2医院实习，到刘祥峰失去自由，一共才1年时间。这1年时间，以一个这个实习生的身份，你在里面你能接触什么？如果这个湘雅2医院的这些黑幕啊，这么容易就让这个你来个实习的都能马上就能掌握，那他也不可能包到现在啊，就纸包不住火啊。而且他只是在刘祥峰手下轮值，那你跟刘祥峰接触时间机会都不会太多嘛，那么轻易的就掌握了这么多证据，我觉得这个值得怀疑。某种程度上啊，家属恐怕也是想利用这个刘祥峰这个名气啊，对吧？把这个事情引起各方面关注，要炒高他的热度啊，这是我个人判断的。他这个举报啊，跟那个苏州工业园，那人名字我忘了，这是清华还是北大的研究生啊，跟他还不一样，因为他已经研究生毕业了，而且在一个券商工作了几年了，他是人才引进到苏州工业园的，就是他已经在社会上摸滚爬打多少年了。完了之后，他自己觉得不公，领导让他背锅，完了还不给他业绩，对吧？提拔没有他，然后他自己觉得失落，对吧？这个干坏事的时候有他，吃肉喝汤的时候没他，他就开始举报。而这个罗帅宇，他举报的动机我也理解不了，就是说，如果一个是你是一个实习生，你在这实习，在这1年里面你就要举报人家，这个动机不太好分析，对吧？一个小镇做题家，好容易考上了，然后还考了一个研究生。当然有网友就说了，对吧？他是吹哨人，有大爱，对吧？你理解不了人家志存高远，人家眼里揉不得沙子，那我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啊。但是我得质疑一下他动机啊，就是他一个实习生，对吧？你在这里实习，你还不满1年，那这个罗帅宇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举报啊？举报同学，举报老师，对吧？对一切看不惯的都举报。你想大学里面黑幕也很多啊，在大学里待了5年，那举报应该少不了啊，这是一个疑点。第二个就关于他那个自杀的现场，因为咱们也看不到，那都是家属在描述啊，眼镜碎了，包里，对吧？还有2万5，床上很凌乱，疑似有打斗的痕迹。从我的角度来说啊，我觉得这个都不能证明这个罗帅宇是他杀。就我们假设啊，这个人要灭口，对吧？罗帅宇，你已经搜集了这个资料都是千真万确的，你手上有好多录音，对吧？有这个铁证，你这个证据足以让这个利益相关人要进去，甚至判死刑。所以我铤而走险，我把他灭口，这逻辑就这么个逻辑啊。那如果这个人要灭罗帅宇的话，他应该要制造一个就是犯罪动机嘛，我要制造一个什么呢？这样好误导警方破案呢？那一定是劫财，所以他包里2万5的现金应该拿走，之前的东西拿走，这样让干扰警方视线，警方一来一看，我这就是抢钱呢。贵重物品没拿走，对吧？电脑没拿走啊，这个包里2万5没拿走，这个都不符合他杀啊，就是这些特征。最重要的是，既然你是要灭口，那怎么他电脑你不拿走，手机你不拿走呢？给销毁啊？就是谁能把这给我解释一下？如果罗帅宇举报你有罪，对吧？你一举报一旦查出来，你就要么枪毙，要么牢底坐穿，要么判10年。你这个时候你铤而走险，你说他身上既然有我的材料，我要去灭口，那你灭口了，你怎么证据不拿走呢？手机和电脑是最主要的这个藏证据的地方。那警方办案子来，先把你手机一收，把你电脑一封存带走。当然了，你也可以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呢智商低，他想不到这些。第三个就关于40万啊，这个钱，因为我们没有在医院干过，我不太清楚啊。这个很有可能是吧，是医院给他打的补助啊，也就是他在这儿实习嘛，实习有工资啊，对吧？还有他在这儿上研究生，是不是也有补助？但是这个金额我感觉有点高嘛，他一共是2021年9月份开始打起的，到2023年9月，反正这整整2年，将近40万，那就1年20万。如果一个研究生啊，1年补助啊20万，加上其他的啊，我觉得还是有点高，所以这个不太合理。是不是湘雅医院效益好，他们做什么移植的，收入高？有没有可能他那个钱里面有一部分是，对吧？让他去采购什么东西，或者是由他再发给谁啊？类似这种啊，这个在单位也经常有这种情况，什么钱让一个人，对吧？比如部门的那些什么乱七八糟钱，由一个人去领了，领完之后给大家一发，或者怎么一个处置，这个我倒觉得不难查，因为线索都有，对吧？每一笔钱是谁给罗帅宇打的？是私人给罗帅宇打的，还是说医院公户给罗帅宇打的？反正他们家属也
不说清楚。我也能理解啊，家属这个时候兼对自己有利的说，对吧？有些事情说太清楚了，那就对他们不利了，这个能理解啊。第四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爆起来了，网上全部都是的，对吧？因为家属这可从他这个拿到电脑恢复了这个硬盘之后啊，家属就开始到处告状了，开直播，到处反映，都不温不火的。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在网上上了热搜？这个是个问题。我在想啊，是上个月罗帅署家属向中央第3巡视组提交证据。这个第3巡视组啊，他跟那个你像湖南省卫健委，对吧？你像国家卫健委那都不一样，那是正规程序，就是普通程序。这时候中央巡视组啊，他是特派的，专门到湖南就收集这些冤假错案，什么这个腐败啊、乱七八糟线索的。这个时候家属啊把这些材料给这个巡视组一交，巡视组把这个就转到有关部门，巡视组要调查的啊。这个我干过，我有经验，我给巡视组提交过材料，巡视组他必须要回复，完了他必须要办，他真的要去查，不管这个事情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真的就是要件有回应，得有回路啊。所以说这个家属向第3巡视组提交了证据，那第3巡视组肯定把这个要转到卫健委，就地方卫健委啊，让他们给回复。地方卫健委不说了吗？10天之内，10天后会给出相关回复，他就要调查。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就存在一个什么呢？存在一个就是把这舆论搞起来之后，舆论高度一关注之后，这个卫健委啊，这相关部门他就不能含糊，不能敷衍了事，因为舆论已经起来了，舆论一起来，方方面面都会重视，谁也不想背这个锅，因为毕竟这个事跟你没关系啊，你要处理不好，反而你这责任就是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啊，那个也可能是家属，也可能是媒体，也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时候就来炒作这个事情，完了就是用舆论，对吧，来施压。我个人推测啊，我通过这个那最后一段视频啊，反复的说腰果就是腰子啊，我个人倒是怀疑这个罗帅宇啊应该是抑郁症，我高度怀疑。很多家属都这样，他不了解这些病，看着自己孩子挺正常的，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个日常行为去判断，然后孩子出了事之后，他就开始他不理解，他没有真正关心过，对吧？从那个叫什么那个胖猫事件就充分说明啊，胖猫自杀了，后来那家属都出来了，我这儿子是好儿子，我这哥哥是好哥哥，我这弟弟是好弟弟，没有真正关心过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叫胡鑫宇的吧，也一样啊，明显的抑郁症，家属根本就不管，就逼他好好上学。这个罗帅宇很有可能啊，又是一个胡鑫宇，种种反常行为。为什么说他电脑里有1000多页的资料呢？我说了，就跟我们是一样，他恐怕也是在网上看到好多，说他们医院，对吧？他作为这个风暴中心的，反而恐怕不太清楚，所以他也在网上看浏览，然后可能收藏保存。这个也许跟个人习惯有关系，对吧？他恐怕还建个文件夹，把这相关的报道放在一起。你就想想吧，对吧？他这3年，一共才3年，他是研究生啊，他医生，湘雅医院的实习医生也不闲着啊。我认为啊，如果有医生的网友粉丝可以说一说，你在实习期间3年，你能搞1200页材料吗？那他这实习在干什么？专门在收集材料是吗？他那个材料，我怀疑他是不是为了论文准备的？就这个时间啊，就是我想象，我天天做自媒体，你让我3年搞1200页材料，我估计我的够呛。这工作量你解释不了啊，是举报材料啊，你要得写啊，你要组织语言呐，所以这些啊，反正都匪夷所思啊。最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个湘雅医院啊，肯定是管理非常混乱，问题很深啊，值得好好查一查。就借这个机会，有什么黑幕帮他把揭开。我觉得罗帅宇这个事情啊，给我们的叫警惕啊，给我们的叫如果是有什么戒监警醒的话，那就是让我们要多关心身边的人，关心如果你有孩子，你就关心孩子；如果你自己还年轻，就关心一下自己。有什么异常啊，最好去医院查一下，是不是抑郁症，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对吧？首先要排除你精神问题，抑郁症什么的，再谈其他的。欢迎啊，这个在医院实习过的粉丝啊，网友说一说这个钱可能是什么钱，然后这3年，对吧？他要写论文呢，这3年里面他还准备1200页材料，举报材料16斤，能不能做得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